Skype 中猝逝，方勵之週末舉殯。一代民運精神學者方勵之突然離世，震驚流亡海外嘅民運人士。視方勵之為恩師嘅黃丹繼續喺 Facebook 悼念佢。真正嘅悼念係讓佢嘅理念成為現實。作為佢嘅弟子，我責無旁貸。OK，這個我要再說一點，再說一點。無論係教學定係追求民主，方勵之都堅持到最後一刻。佢嘅摯友杜欣欣就透露，方勵之當時係同意大利物理學家盧菲尼傾下電話，商討研討會工作嗰陣，講到一半突然猝死嘅。原來方勵之舊年開始健康開始差，佢早前撰文透露，舊年6月患咗亞利桑那山谷熱，呢一種由地底細菌引起嘅疾病，喺美國西南部遇上沙塵暴嘅時候最容易傳染嘅。山谷熱令到方勵之病到企唔起身，仲勁減28磅，好彩佢好快好返。不過5個月之後又有大病，心肝腎都出事要入 ICU， 幾日之後又奇蹟好返。方勵之之後又再照常返學啦，可惜今次奇蹟冇再出現啦。6四尚未平反，方勵之就帶住呢一份遺憾離去啦。太可惜了，就是他在89年的時候，他因為進入到美國大使館，然後呢，接着呢就是整這22年不能回來，就像我們一樣，今天在國內，他能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因為方勵之他不是一個激進的民主運動派，我們現在在中國做的是公民教育，是最基本的民主概念的普及，而不是要做激進的民主運動。追尋民主夢又豈止係內地啊？方勵之同太太88年嚟過中大接受訪問，當時仲寄語港人面對97要爭取維持一個港人希望嘅社會。內地官方媒體對方勵之嘅死訊就隻字不提，就連網友喺微博悼念都被刪啦。不過有官方背景嘅香港中通社就有報導，更加罕有咁寫明6四事件，真係出奇。方勵之嘅遺體告別儀式暫定喺當地時間星期6舉行，未知係咪會公開。不過黃丹就話已經通知美國白宮同國會，會幫方勵之搞個大型追思集會。但願呢一位一代民運精神領袖嘅民主夢早日實現。